成長過程中唔好太過焦慮血糖高，你血糖5.3，你有冇出現口乾、飲水不能止渴？呢個係一燒咯。第二燒咧就係講燒得好快嘅，就食咗好容易肚餓。第三咧屙尿嘅次數特別多，然之後1、2年忽然之間瘦。所以家人們，你必須要知道症狀係你嘅身體環境同埋你嘅生活習慣、飲食習慣有莫大關係。糖尿病咧，我可以拍台幫你講啦，其實佢係一個好慢性嘅疾病。如果你嘅飲食唔規律咧，可能1、2年咧你就會有皮膚好痕啦，然之後眼會蒙啦，腳會麻啦，就係你成個代謝唔好。所以你唔好去驚呢個病。同埋有啲家人醫生驗到我有血糖高糖尿病嘅症狀所以我就唔敢食糖。然之後我食嗰個藥，然之後我連飯都唔食，連肉都唔食，呢個都唔啱嘅。咩叫做病發症呢？凡係你有意外，凡係你有唔舒服，一下突然之間唔舒服啦，你三高都會上嚟嘅。